维吾尔人在东突厥散内外的中国工厂被迫参加强迫劳动，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最近，有汉族人在网上拍卖维吾尔工人。土耳其记者欧奈尔在其社交媒体上援引汉族人在网上发布的广告，称中国开始将维吾尔人作为奴隶卖出，中国正在东突厥散实施种族灭绝。一则广告中指出，手中有大量新疆维族，会说汉语，能吃苦。广告还强调，专门政府部门负责管理。有大量媒体报道和报告指出，有数万名维吾尔人，包括集中营拘留者，被送往中国各地工厂参加强迫劳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向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投诉，要求取消2020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通过律师迈克尔·波拉克向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正式投诉。世委会在请愿书中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实施严重的侵犯人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决定在北京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是不可接受。另一方面，请愿书指出，在北京举行奥运会将支持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破坏，国际奥委会将直接参与这些人权侵犯。世委会还强调，在计划举行的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中，东突厥散人将被雇佣为奴隶工人，并被迫移图以从事这些工作。世委会主席多鲁坤艾沙表示，在北京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违反了奥林匹克协定。他说，如果允许中国主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有意并自愿放弃构成奥运会基础的价值观和原则。居住在土耳其的一群维吾尔活动人士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外，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在东突厥散拘押或被失踪的家人的信息。维吾尔人不但不被允许接近大使馆，他们的请愿也未被接受。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邓丽最近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安卡拉大使馆和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尽最大努力解决在土耳其的中国公民所有问题。但是活动人士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来到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想提交请愿书，不幸的是遭到领事馆保安的阻止，请愿被拒绝。他们还说，我们正在呼吁整个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我们土耳其兄弟，正如你们所看到，我们今天去了中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请你们见证他们的谎言。印度周五督促中国加快从拉达克东部边境地区的部队完全脱离接触。自6月以来，两国上千万的士兵一直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努拉格在双方举行几次会议之后，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对记者说，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他说，印度期望中方真诚地与他合作，以实现彻底脱离接触以及全面恢复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的目标。美国司法部今天证实，已扣押4艘载有燃料驶往委内瑞拉的伊朗油轮，并指称这些油轮和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系。华尔街日报昨天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这4艘油轮已在海上被扣查。美国司法部说，在国外伙伴协助下，美国扣押船上约111.6万桶石油，还说这是针对伊朗燃料运输至今最大规模的没收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克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和委内瑞拉实施所谓的极限施压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这4艘油轮已经调整航线，正在前往休斯顿的路上。